有一对到美国去待30年的翁仔某，伫美国出现着新冠病毒的症头，事后返来台湾治疗，全部医疗费用拢由政府来负担。这个案例引发着讨论，民众的看法无同。有人讲因过去拢无纳健保费，安尼真无合理。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就讲，不管是本国人或者是外国人，政府拢会负担，避免出现着防疫的漏棚。 只要在台湾确诊的，我们都会用国家的力量来治疗它。只要伫台湾确诊，医疗费用国家拢帮你负担。这个政策是来自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44条第3项，明文规定，法定传染病病人经过主管机关实行隔离治疗，费用拢是政府买单。 这应该的，这人道嘛，人道精神嘛。没有住在台湾，也没有纳税，也没有付健保费，那生病了就回到台湾来，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事情。393、380案例，这对夫妻住伫美国30天，无交健保费，结果伫美国出现症状，坐飞机返来台湾，确诊了后免出钱。徛伫公卫专家角度来看，确实有修法的空间。 这个战争是对付一个病毒嘛，那这边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讨论检讨，但是要把这个战争打完之后，我们再来修正。你讲人道，我讲无公平。那咧其他的国家又搁是安怎做咧？伫台湾确诊患者医疗费用拢是国家支出，平均每一个人大约是210万。日本嘛同款，拢由公费来支应。若是中国是中央补助60成，其他由医疗保险负担。美国是以私人医疗保险为主，无保险的民众才由政府负担。若是德国搁愈严格，规定每一个人拢要有医疗保险，无收入才由政府提供相应的保险。伫人道甲公平原则之间，无定会当找出平衡点。